各位老友記，有冇追睇 TVB 嘅江湖劍啊？因為有咗佢，四川先至能夠成為今日嘅天府之國。江湖劍，我小灣假期出咗同樣嘅行程喎，全程住宿5星酒店，高鐵往返，8日內玩勻川渝兩省。嚟到李莊古鎮，包埋你電瓶車，請你食埋李莊白糕。之後嚟到成都嘅杜甫草堂，現場感受下詩聖嘅千古情懷。嚟到重慶，坐埋李子畫輕軌，感受列車穿流而過嘅魔幻體驗。之後上埋67樓嘅雲端之眼，360度睇埋兩江交匯。當然，洪崖洞、磁器口、解放碑呢啲網紅地標，全部同你哋去到盡。去到樂山大佛，我哋舒舒服服坐埋遊船，睇呢個石刻大佛，峨眉金頂包晒門飛，環保車來回纜車直上雲海，睇晒金銀銅三殿。去到都江堰熊貓谷，近距離睇我哋嘅國寶熊貓食竹葉，行埋都江堰水利工程，夜晚行埋灌縣古城藍眼淚。跟食玩假期，食得豪，住得又正，重慶火鍋、自貢鹽幫菜、李莊白肉、樂山蹺腳牛肉、特色麻婆豆腐，日日新款，餐餐地道，全程5星酒店住宿，豪華舒適。有興趣嘅朋友仲唔嗱臨 PM 我哋，記住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